年轻男生站在街头，打开双手，敞开胸怀，希望透过自由拥抱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大家好，我是 ALQK0310，现主是年名叫卡拉车。我伫2015接受了礼物经济，到2017拢伫全台湾做 free hack 无价小力，后来开始创业做岛民实况生活。全台一开来独立做主，要互世界听到咱岛事的声音。我伫8月20暗时5:05来台语老厝，甲大家分享我的岛民实况生活。欢迎大家做伙来。我知影有一部分的台湾人希望透过美国发声真主支持台湾国，这是无可能，才有可能转移支持中华民国。无爱，我认为是爱学，不过学的方法就是，你必须先切换到你家己讲对方。对方爸爸的意见，家人和彼此还是都无感觉可以。C， 无唔对，但这个学是啥物时阵会发生？只有你拄到迄个人的时阵才会发生。毋过，对我来说，以前就是安尼行，无接触到的唔知影，若准你是，就是爱拼拼。定甲无共的物件，甲无共的接触，对无唔对？你的小咱真温暖，真十八。行向你的时阵，我无带领任何特别的情绪。一直到甲你接触的时阵，忽然之间有想要哭的冲动，想起了真侪代志，足侪拢想要讲出来，将来无打算要甲别人讲的代志。虽然最后无讲出来，也是忍不住，搁甲你揽条条。我从来无想过，有一个小人会当留遐侪感动，感谢你，也感谢你愿意做这个代志。多谢你相信人甲人之间的美好。我较袂晓表达，我只是要甲你讲，你予我真多的力量。男性都爱坚强，女性就爱男性。男女朋友一定要结婚，结婚一定要生囝，查甫囝才会当传财产。查某人是了钱货，父权社会才是对的。你想要问什么问题？咱做伙来探讨。因为电视中文嘛能沟通，了吧？我只今听口会聊天顶，无想要学习的时阵，语言就会死去啊！但是语言死去是对的代志吗？我拢甲我查囝讲，若真正互强奸啊，你就让伊。真草失去就煞，若是去互刀啊、枪啊什么压掉咧，你若抵抗，性命就无法度转来咯。佮讲，父权社会洗脑女性真草真重要，会互拄着伤害的因自责，而且再度伤害家己。我当下听了，并无要反应啥。安兄讲的是对的，毕竟性命敢若一条。我的性命自我大学毕业进前，拢无拄过客人。我做工课嘛共款嘛无拄过客人。那安尼我什么时阵才会使接受讲？台湾这块土地有客人，这个事情无法度，你无法度。你的世界敢会晓讲台语的人，敢会晓讲华语的人，你接受的族群是有限的。你有限的情况下，你唔知影另外一个生命的心中过程。你为什么会踮遮？我常常去问的就是这个问题，但这个问题问了无够详细。你是问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代志？对方通常会应讲，一开始的目的是希望互孤单的人莫去孤单。而且，互对方讲出伊想要讲的代志，你想要表达啥物？通常问这个话，大概一半的人是我咧传达的理念，性不变是男性会当展现女性的特质，女性也会当展现男性的特质。这个社会无应该对性别的特质有迄 stereotype。爱无主是爱情当中，大家拢是独立的个体，且嘛无必要要求对方应该做啥物，也是无做啥物。然后对方都袂知我。大人，就像以前，为什么以前？为了做过老师啊，为了老师啊，那呢为什么当然是老师啦？为做老爷资本家，工厂主内底，工厂主拢选市的间谍。我伫8月20暗时5:05来台语老厝，甲大家分享我的岛民实况生活。欢迎大家做伙来。一站
就是不会念。迄个聊天顶的图啊，